台南市教育局为着整合专业辅导人力资源，陆续透过辅导咨询中心分区办公室的设置，落实学生辅导照顾工作。大新分区办公室在规定各中正式成立。那为了要落实我们学生的身心的这个所谓辅导的工作，那我们中央有配置，我们台南市政委全力来配合所谓设置啦心理师跟社工师这个专业的辅导人力。那全市来讲，到目前有49位的社工师跟心理师的编制。大新分区总共配置8名心理师以及社工师，办理辅导专业甲咨询服务，同时促进各级学校甲辅导网络单位的联络。在有限的辅导资源之下，大新华区办公室在新华国中正式成立。另外，加上先前的大展文区、大北门区、大永华区甲大新营区，台南市6大分区的辅导咨询办公室拢已经到位。各分区办公室都有心理师、社工师的驻点，那么能够结合我们学校里面的专辅教师，那么一起落实照顾好我们学生的2级跟3级的辅导工作。那我想台南市2级的部分，我们也有460多位的所谓辅导教师。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的3级的部分，就心理社工师，如果再能够分区做资源，我相信我们孩子的这个所谓心理辅导的照顾会更落实。未来专业辅导人员会提供学校师生专业咨询甲安心宣导，满足教育现场各类学生辅导需求，落实照顾每一个学生的身心健康。台南市民出怀采访报道。